啊，什么才是正觉？拿掉我执，家己的见解、家己的自我啊，摕掉，爱摕掉。你摕掉就是正觉哦，毋是觉尔。啊，一般人拢做较觉。因为咱这觉是靠着咱的自身的，咱拢讲的聪明才智去家觉悟出来。但是靠咱自身的聪明才智去家觉悟，这个自身、这个自我家摕掉，这是正觉。袂当讲啊，我感觉安怎，我以为安怎。当有这个我之下，你就无法度达到这个正觉。所以呢，正觉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啥？正觉。啊，正觉了，搁爱安怎？自我摕掉，要互这个自我搁较摕掉，搁较顺，无就是这个自我搁较顺，爱安怎？爱正定，无分别心，哦，正等正觉，爱正定哦。拄着任何代志，咱拢袂去分别心，甚至咱嘛袂去用人有分别心。无一个高下，无一个对态，正等正觉。哦，这是非常悬的一个境界。啊，想再加一个头前者，做到一丝一毫完全拢袂用，无需要起这个新的想法。有当时啊，咱会想讲，咱修炼好，上自变依个，啊，咱知影伊个过失啊，也是不上正等正觉是安怎？根本就互咱无有这个过失的智慧。因咱时常的心的处在这个如如不动的时刻，哦，这当然是一个境界，啊，后啊也袂，当然是也袂到这个境界。就是讲，咱有这个境界，爱离一切相，啊，咱知这个境界到倒位，互咱家己有一个哦警惕啦。或许咱拢伫即个家己意识里下，家己拢也会，啊，咱即摆看到哦，有遮尔好的境界，不拢甲咱讲嘛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我咱来往这样去前进。毋通咱起一个分别心，咱可以讲哦，我这个分别心是应该的。我起一个我见，可能哦，我我见是正确的，而我这个我见我无做代志，哦，伊无上正定正觉，这拢是要摕掉的。啊，我这个心要做什么代志？不应自色生心。这两句是做伙的吼，不应自向微俗发生心。离世上知影外上拢是生灭无重要的，无价值的。啊，愿意去发这个心，无上正定正觉，愿意去向遮前进，啊，要安怎做？莫带伫这个色来生心。哦，其实色身香味触法，咱拢知嘛，对不对嘛？啊，是咱家己分做两段，当然伊咱分做六段啊。啊，九龙模式完全变只要以经历为主，伊尽量把字句简短。哦，咱莫主这个色来生心。哦，咱每一步毋是讲读过就算了，咱一定要去看会当互咱讲袂到一个动力嘛。哦，咱讲念袂就无代志啊。咱看咱敢有做得到，还是咱有犯着无？咱敢有？主这个色来生心，偌简单哦。当然，咱伫道场行啊，估计可能较无这个问题啊。但是咱会当看到间隔社会，真正拢是外貌协会的。整个社会看新闻就好啦，逐篇拢是淡仔哦，帅哥美女啦，还是要正面，拢是这，只要要形容一个人。变讲就拢讲这，啊！你一个社会氛围安尼，会安怎甲咱感染嘛？感染着咱大家，哦，好像色无好袂当呢。啊，为着这个色，哦，真正拼命，本来是为了咱个色较好，这是色哦，这是相哦，哦，这是色是外相嘛，啊相可能会当中央相嘛，咱无去，互咱中央上去提升，啊，拢想讲要去外上去琢磨，这是咱来去检讨的所在啦。当咱有起一个心，讲啊，你今仔讲我这是歹，啊，你现在讲有较好听的，你今仔是哪毋爱讲善意的谎言，啊，讲较水嘛好啊，像你要讲我这个老实，哦，当咱去在意这个代志，啊是讲咱去看对方就讲啊，这人生得歹，我无想要甲伊搞差的，当咱有去看你心的时候，袂当哦。控制嘛，讲要较礼貌性的，
尼讲伊即款的贵姓啊，孔子讲伊以貌取人，失之子也。也刚讲，孔子刚刚讲这人可能还不是很贤人，但事实上很贤人。孔子伊针对阴谋出灵来做忏悔。这孔子家己嘛是款的忏悔，代表啥物？咱真容易注射身心。连孔子这种大学者，一世人嘛捌以貌取人过一遍。咱毋是大学者，看咱会犯几遍。若每一遍的犯都无可能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咱非常的注意。不应自先觉微俗或先思，每一件拢是一个考验。咱可能过这关啊，看袂到啊，算了，不在乎了。看久啊，不动心了，还是后壁的。有个人的声足好听，声音都动听，那真好听。咱若要选司仪啦，还是选讲话啦，讲建议就好听。以后上班的所在，拄今年调来一个嘛，算是阮的长官啦。但最近大家戴口罩都毋知是做安怎啦但是伊要戴口罩放下来，哇，上非常好。所以当初就讲，这个身材生较水哦，拢会咧讲，大家拢安尼讲。但是呢，当无当时拢讲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声无好听。伊声真正是长得像美女，声音像查甫的啦，声就足粗的啦。大家讲不行，大家讲这种声音无法接受。有要讲这毋是讲要批评伊只是讲世人足在意这物件的啦，爱好看，爱好听。声若无好听，斗阵久会艰苦。也是讲话人讲的，这个声毋是讲一定爱好听啦，包括咱讲话，对咱讲的无好听，其实拢是话嘛。咱拢要在意好听的话，拢要在意互咱顺咱心的话。这拢要注意呢，这不应该去做的代志呢。兄弟，是即咱讲是即咱姐啊，咱的隐私啊。偌济人无愿意来修行，兄弟白了。因为伊拢感觉恁修行到最后拢食菜，因无愿意放下，是咱无愿意放下，香味太迷人，好食的物件，好闻的物件。伊就感觉我刚食好食物件，就是上该享受的代志啦。伊要家生命中将遮尔大部分的享受甲摕掉，做袂到。但是咱若能力了，咱感觉这是会当家放掉，因为佫较重要的嘛。咱会感觉人较重要啊，人住较重要啊。咱愿意伫人住，咱就袂住伫遮嘛。同款的，咱愿意伫世上，咱就袂住伫遮。我看咱的选择利益啊，像咱会住伫遮，自我，敢若讲是自我，因为有我，佫是这个我去作祟，属身体的感受。这一项你一项加歹过哦，这生活工序足济啊，咱袂当，咱经不起一点点病痛。倒位艰苦，倒位跳，咱就受不了。就要去享受，互咱的身体较快乐的，不断的去追求这。你看，要互咱的身体快乐，爱偌大的付出就好啦。但是咱敢真正满足啊？这是较大的问题呢。永远拢袂满足是安怎？有这个法啦，就是意啦，咱的意识啦，色身香味触法，互这个法爱顺咱的意。第六识嘛，这第六识上歹恐怖。为着要顺咱这个意不得了，永远不会满足。只要你有这个自我，你永远无法度满足，非常恐怖。但做咱永远是会满足。咱只要找一个理由，就可以反驳一切。甚至找一个什么理由，你对别人比我较好，拢咧讲啥？足简单，就毋通这个理由上太简单。伊做咱干哪好，咱只讲，你对我，甲迄个比起来，对我较歹哦。一个欠母心都生出来了。所以呢，这拢是咱容易生心的所在。所以有一个不得，拄着几个 EQ，那 EQ 啦嘛，
讨论，拢算修行人。迄比如人讲，恁感觉什么物件上爱艰苦啦？咱若要修，咱嘛知，咱拢是要离苦得乐，咱拢是要追求一个幸福的、幸福的人生。但大自然的风向拢是安尼。迄个比喻就讲，饥饿上艰苦。真诶呢，咱这个时代是较无啦，较早期诶前辈才会讲拢有拄过。当咱若枵开时阵咱是即摆会当真紧诶互当满足。若真正拄着一顿、两顿、一工、两工，甚至搁较久诶时间，拢是足艰苦诶代志呢。如影随形来安尼打标，所以就讲饥饿最苦。我另外一个比喻就讲呢，淫欲上苦。人诶这欲望、淫欲、欲望是足大诶。这欲望一来规身躯那火一烧，无法摆脱它。这个款代志拢做袂出来。淫欲做主诶时阵，人是自我是几乎无法度做主。所以讲淫欲上苦。第三比喻就讲啥物？嗔恨上苦，嗔恨心啊。人若生气诶时阵，真正事后拢会感觉我来做即种代志，事后拢会非常后悔，当下拢会做非常恐怖诶代志，拢有可能做出来。所以嗔恨上艰苦，会当发出来会后悔，会当发出来家己淡薄对伤，所以嗔恨上艰苦。伊三个拢咧发表意见了后，到佛陀就惊，伊嘛讲佛陀上正好，这是一个大修行者。来问讲，请像这大修行者，你感觉阮讲的、啥讲的较有道理，还是你感觉倒一项是上介艰苦的？佛陀就来讲啦，其实恁讲的拢是上艰苦的啦。啥物款的上艰苦？人心上苦啦。有人的身体，因伊所讲的一切拢是啥物？因为有身体导致的人生罪苦。毋是讲饥饿啦、淫欲啦、嗔恨啦，伊色身香味触法拢足苦，拢倒位来？人生而来，人的身体所来。所以老祖才会讲啦贵大欢乐心。咱这身体，咱要惊，咱要注意的，大患呢，很大的祸患。咱有这个身体，咱要修好咱无这个身体。应离一切上好，咱的规个心境走向形而上。咱形而下的身体虽然互咱艰苦，但是互咱行功的功夫。虽然讲咱做人真艰苦，但是咱做人是离佛道上近的，离佛道最近。虽然讲人生互咱艰苦，但是咱的心难愿意行上形而上，其实这个艰苦是可以脱离的。一定要相信这个代志。所以呢，要应如所住，应成如所住的心。叫做卖主啊，赶快一切拢唔通不主啊！所以这是开宗明义，有发生伊，这是金刚经的第14文啊！成语金刚经的第14文，这其中一段，咱强调应如所住，应如所住了后，咱或许我都一步登天啊，其实嘛有可能一步登天啊，咱的业障。在拍偌久啦，面对这个欲望要怎处理？当然无，大家人意念无共款，但是有一步算是袂歹啦，就是啥？忽略它，真正是就是安尼啦。莫甲伊想，莫甲执着。譬如讲，食的物件，我莫食就好啊啦，莫去追求啊，就逃避。逃避是讲较现实的话，就是咱远离它。不要去在意它，互咱的心中这业障无个生发的机会。不要去在意外表嘛，这咱做会到啊。其实我们咱中国拢做会到。那我一步登天，等咱慢慢来，先去忽略它。中国刚修我给他触犯我，先摆遐尔紧，批评问心，我家己较久咧，愈来愈久了，发现拢无要紧。久而久之，拢莫生下的心，就能够无所住，生这个心。毋是讲一定爱安怎，毋是讲我就有个性安怎个性是毋对的咯。这地方嘛爱参考家己
个性啦，甚至做父亲了吼，一寡个性啦。啊，有我来感觉讲，我这部分也提了，感觉讲像大家较轻松哦，就亲像我记一个啦，我顶前来困的时阵打扰哦，我是个歹啦，因为要敢困就无简单嘞，不讲交叉一个讲细小就是掠狂啦，久了我感觉算了，这边不在乎第二次也不在乎，到后来我感觉我想要真久都因为红搅了就生气啦，嘛好较想要别人较轻松啦，我可能生活当别人也比较轻松啦，会气氛较好啦嘛，即当咱去生即个心了，大家拢足好过啦。咱有这么侪个性，这么侪你家己原则，大家原则这么侪，100人100个原则，大家怪骗这么侪，就歹斗阵呢。所以咱先对家己做起，咱莫生这个心。你上是无价值的代志啊，上较无价值的，咱人生活上拢无价值的，一切生主意义拢是无价值的物件，成主歹讲只拢无意的物件，你去在乎，看会几了，应心无所住的心，绝对的原则。莫想讲不得这话，算了，那莫算了，这等下我想你更较好理解。这是用到这个百姓的过程，当咱真正无所住了，我说想要道理变成咱才好理解啊，咱才好感受到啊。好，咱先看，咱头前讲着莫生这个心嘛，咱若住呢，头前讲着爱应有所住，咱若住呢，咱是去想嘛，住讲真正好。这是有我个心得，所以这就是有我就是讲这是经典，这是我个心得。咱去煮，咱拢讲头前讲我摆示范，咱来煮好啦。咱煮了后生即个心，咱会煮拢会煮啥物所在？大部分拢是贪心思上济啦。自我生出来想要得的心是贪心嘛。你贪心了，你无法度得到，你就是咱就生气啦。不断为着这代志，淡仔起即个心了，咱会愈来愈无心啦。因为你用外相甲你牵走了，咱即个藏了我即个情我，咱无度显啦，故咱就无气啦。所以咱做了烦恼妄想忧苦生心呢。咱讲莫生心想讲你得到啥物？甚至我会感觉讲，比如我今日投资，以世间话来讲，即拢毋是啥物无，咱就我要讲的拢是歹代志啦。以世间话来讲，是歹代志啦。啊是若以真理来讲，拢是一个障碍啦。咱今日起一个心想要投资，起一个心想要得较济咧，即嘛是自爆。像我拄仔最近去看几个案例，我最近来规定，有一寡名单，啊，后来讲，佢拢是一年会较济，拢70-80岁咧，啊70-80岁上搁到人家推荐，因为投资用便宜啊，是咱伫个投资，咱讲较实在嘛，人若有诚济年纪较大，伊愿意互家己生活过了足简单，讲家己怎拢无啥物烦恼，啊为人孔子讲诶，及其老也戒之在德。一定老，但是这个生活好袂了。但是想讲，我搁来投资趁较济咧，敢真正趁会着？就我有看诚济，真正年投资了，赔了了，退休金拢赔了了。本来有退休金，好好过日子，无法度过真好，但是会当过一个较安稳的。但是若起其实你资料过当中，你敢真正得袂着？你投资你敢真正会得着？讲较实在啦，咱无遮个钱，其实着过较简单的日子。莫想讲我即个生活爱过偌好，莫想讲我的身份地位爱过偌好。无想啊，别人一定爱过歹，咱就来过好，咱爱去想嘛。想啊好就拢按咱来着。别人通过歹日子，咱袂当过歹日子嘛。莫想讲一定要得很多，莫想讲是咱福报。你做了后，真正有足侪烦恼的。会得着是咱的福报，袂得着嘛是咱的福报啦，还是咱的因果啦。因果是定数，但是你怎起这烦恼的心，到最后你会足艰苦的，你都有足艰苦的。有
不断的认为你讲课，你讲课，然后来帮你说，互相开平看平，烦恼妄想忧苦身心。每一个人拢对，你毋是讲年纪较大个嘛，就是讲咱若除了即个心啊，想要较得着，咱是要起一个吼，想讲要有较好诶，较好嘛毋对呢，毋是好毋对，是起心毋对。互咱心如不动，应成无所住诶心。头前讲嘛，即结论嘛，应成无所住诶心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二，就算咱拢无起心去想要得到啥物，结果咱拢无，总共咱拢无。总讲咱诚好运，互咱诶家世好，互咱诶家庭好。以查甫来讲娶个女娇娘，以查甫来讲嫁着一个，咱讲帅哥。假设安尼好个吼，人生的胜利主人拢甲你应生，这是对啊，是结论啦。毋通想讲你得到一切好无代志。天网恢恢，疏而，这毋是讲上天要甲咱制裁哦。有最近对这句的感想是上天会来甲你平衡。你今日得到这个好，互你真车也，互你真风光，你其实这人生天平一定没有平衡的，上天会给你平衡。你今日很风光，上天会甲你平衡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是互你，较歹过的。你拢无做这歹代志。但是因为你得到好的，一切灵动的好的，上天会给你补回来。咱毋通小看这一点。咱去看社会新闻有偌济这种的啦，有较用掉的咱就知晓啦吼。最近运动界带水果的嘛，最近1年搞离婚了，伊无做啥歹代志哦，咱拢嘛知嘛。他们这一对其实无做啥歹代志，但是因为因缘到啊，要得去离开，运动时这会是风光嘛，想过风光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大眼的贼，身边看的人生的享受拢有啊。因无做歹代志啊，但是即摆伊安怎，足艰苦的咧，互相安尼台湾日本安尼批，查甫为着要安怎去事业遮尔危险，要为着安尼去分析，有我看伊想啊，那遮尔操劳，那遮可怜啊。无做这个歹代志嘛，因为你人生曾经享受过，上天会来给你平衡啊。所以当咱诚享受时，咱诚风光，要注意哦。莫想讲咱会生是死人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啊。咱若无生应无所住的心哦，上天会随时来给我们平衡。袂讲世间好，咱拢会得到的。有好就有上天，世人所讲的拜上天来给咱平衡。而且这毋是人去做主，是天去做主。所以咱拢莫想讲要去追求好、追求好，拢毋通起这个心。你有好，你后上天会派一个，你无应该去叫来互你平衡，互你当下你若无名利了，你会感觉我啥会过来艰苦？我一世人无做歹代志，你有一款的感受。我着无做歹代志，是安怎我会过来艰苦？啊，其实毋是上天无注意呢，这是上天的平衡本来就是安尼啊，这是一个天度啦。上天的定律就是这样子，绝对是平衡的啦。咱今日若过了歹，上天来甲咱平衡啦。所以拢爱起这个心，我来做歹命我哦，叫你愿意行这个正道，上天会给你平衡。当咱得着好的，要注意，紧的，较紧过去做较侪工作较好的，无上天会甲你平衡的。上德不顺，流浪成事。当咱起这个自的心，以五件起这个自的心，想要得到的心，常德不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啊，大家咧讲的嘛。这五项咱这行，其实咱无法度去理解的。你以五件的心做主了，其实真侪道理咱无法度理解。拢听到一个表面的理念。当你愿意把你的心放伫无所住，真理真好理解。你爱先愿意以一切上发出这个无上正定正觉的心，才有可能甲这个真道真理相顺。因为那是表面的理念。所以你起这个做时，你感觉无那么其实呢，道理你真正无好了解，永远都在表面。因为拢是人自摸，因为拢自
你真理无法度理解，你就是不敢轮回啊嘛，就去流浪生死的呀。所以不是讲咱住了又如何？住了就是这么的可悲啊！啊，真简单，转一个念而已，转一个无所住的心，愿意无所住。有个甲咱讲是应该啦，咱是应该无所住啦，免怀疑啦，无所住上好啦，应该安尼做，你做了遮尔艰苦啦，上天要甲你收下来啦。无做肯定是嘛共款，要使你平衡掉啦。所以呢，咱是讲住了又如何？回到无所住上好。所以以下呢，就咱先，咱心无所住了，咱行于五想。当咱愿意无所住，无自我了，人像咧好理解，我无自我，我对囝儿是谁？我对是大，生出这么自然的心，这么人的心，你讲这人的心是应该的，是足自然的啊。就亲像这两解，真侪解说也是安怎。当咱愿意无所住，人以类理性，真好理解。以下呢，咱来讲对这五想，咱来探讨一下。本来是人以类理性其实这五想倒位来的。咱老读四书，咱拢知嘛，孔子无是讲这人以类理性啊，四书啦、中庸啦、论语啦，无是讲人以类理性，这是人后人整理出来，后人是倒位的啦。汉朝的董仲舒，董仲舒大儒者，伊嘛互季奉祀在孔庙内底，真无简单的代名词啊。名著甲孔子为建立出来，互人较好理解。后壁大儒者去甲这为建立出来，建立出三公五想。所以这五想是董仲舒大前辈者建立出来的，这先讲互大家了解。伊是甲咱建立出仁义礼智信，就等下顺序是。我先讲着这类啦，顺序差不多啦，重要的是讲就是讲这个常德，咱看这类个讲啥？其实类细字拢会讲，类就是一种规矩，做有人听到类就无介意，其实安尼是较狭隘。以类来讲嘛是有家所讲的概率，有人听到概率就感觉目头目手，其实拢毋是安尼。五想这常德，其实拢互咱回复咱的上自性上爱讲的，其实拢是解脱之法。以概率来讲啦概率啦、类啦，拢是共款的物件。但是概率，佛经来讲是，有一个意思叫做清凉的，伊是很清凉的代志。你愿你行礼，愿你有概率，咱的心是非常清凉、非常快乐的咧。咱若生气，咱若无欢喜，咱的心烧嘛，灼热感啊。这当然是温度计定，就咱家己内心来知。但是咱若无去行这清凉的，解脱自在的，所以莫想讲礼无好，礼无好，礼若无好就袂互礼入场啊。礼安怎好？这是用以易经因为易经的道理绝对有权威性的易经的理卦履卦，就是讲这个礼代志的。履卦甲咱讲，所以咱咧讲就这个礼，咱是讲规矩啊，规矩是咱后代去讲的啦。咱来讲着先年安怎讲？履上天下者，履卦是安尼啦天则履啦，天管是天，则是大湖国大海的。咱若看到天管是，咱假设今咱去海边面对太平洋，咱台湾的东部看会到，咱来看天管是天它是海。只有这个时阵，才咱看到很明显的分界线。咱平常时看有这么清楚的分界线，地平线就回到上细，海平线才看得出来。天甲海这么清楚，所以这是圣人的教义啦。天甲海这里分甲这么清，所以呢，君子以辨上下，要去分辨上天下者，上天分辨甲非常清楚的人。所以圣人看了这个架势，就知这个就是要互咱去辨上下、辨明知。所以这个履卦是讲上天下者，是互咱知影上何谓上，何谓下。